而家就即係叫做批准咗成個嘅鐵路方案啦。咁你自己有冇都聽到啲居民個反應係點？又或者點睇而家呢個最新嘅進展呢？咁當然我哋啟德嘅居民啊、持份者都非常之歡迎，亦都係好正面嘅睇法啦。對於即係行會係通過咗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係興建，同時間亦都有一個好明確嘅時間表啦。2031年會投入服務啦。咁其實喺呢幾年裏邊，其實都通過唔同嘅渠道咧，都去有諮詢到居民啊，收集到我哋居民嘅意見。咁當然都包括咧，我哋九龍城區議會同埋同我哋啲持份者去一啲充分嘅交流嘅。咁其實對於我哋啟德嘅發展咧，係一個幾整體嘅發展啦。因為我哋喺啟德裏邊亦有一個啟德嘅跑道區，而當中係擁有住咧都好多11個嘅私人屋苑啦。咁同時間亦都有郵輪碼頭啦、啟航1331啦，同埋我哋啟德裏邊亦都連接埋咧呢個嘅啟德嘅體育園等等嘅一啲基建嘅設施。咁所以其實對於即係居民嘅感覺啦，同埋我哋嚟緊可能會有機會喺啟德置業嘅一啲嘅市民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消息。咁當然喺即係方便到嘅通行之餘咧，其實係即係出入啊、即係翻工翻學等等嘅方便之外咧，其實對於郵輪碼頭嘅發展啦，旅客可以出入郵輪碼頭更方便咧，其實都有一個幾個作用。咁當然樓價上面都一定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啦。咁但係當然喺興建裏邊嘅時候，都有一啲即係或多或少咧，都會有一啲環境上面嘅影響。咁呢個可能喺居民上面咧就會比較咧關注多少少啦。咁可能係一啲環境影響，包括可能喺興建嘅時候，對於即係一啲噪音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環境嘅影響之餘，亦都可能喺交通上面都會有少少擔心。咁但係希望即係喺往後喺興建嘅時候，會有一啲嘅不時嘅一啲嘅 update 啦、更新嘅狀況，俾翻我哋居民就知道而家到時嘅興建嘅狀況係點樣，係都可以俾大家可以知道多少少咁樣啦。咁當然除咗知道喺2031年嘅就服務之外咧，其實知道嚟緊而家仲係招緊標啦咁樣。咁而接標嘅時候咧，就係應該係2026年嘅7月3號係接標嘅。咁喺接標咗之後，就會去即係擬定個合約啊，批出合約。咁合約咗完成咗呢個程序之後咧，就應該2026年裏邊咧，其實可以開始去興建噶啦。咁所以喺個時間表上面咧，希望即係居民都希望跟翻住個時間表，能夠可以完成到呢個嘅一個呢個嘅一個嘅 schedule 啦，咁就能夠可以盡快咧可以向住2031年個目標進發。居民有冇話其實對於成個而家走線啦，都係話6個嘅車站啦，咁無論係個走線或者對於即係文件，譬如提到都話會強化到成個區內一啲嘅唔同設施啊、文娛康體、社區設施、旅遊或者商住發展等等一啲用途嘅連貫性啊，仲有頭先你提到話，譬如一啲交通啊、環境嘅即係嘅憂慮啊，其實具體係點咧？各方面居民嘅諗法係。先講緊走線上邊咧，咁而家6個車站1個車廠啦，咁走線上面絕對係足夠嘅。咁但係喺站點上面咧，其實我哋之前喺議會上面，其實多方嘅一啲嘅渠道都有即係表達到居民嘅持份者嘅意見咧，就希望將來係興建咗之後咧，其實都會留翻一個嘅走線。咁2個走線啦，第一個走線都希望留翻咧去呢個走線去呢個兒童醫院同埋新急症醫院、即係啟德醫院嘅。因為今年咧就會陸續會呢個啟德醫院、新急症醫院咧就會陸續投入服務。咁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邊，即係我諗現在咧去到31年裏邊，其實都能夠觀察到兒童醫院裏邊嘅一啲嘅使用嘅情況。咁即係我意思係講緊啲人流啊，同埋出行嘅需要。咁所以將來會唔會有機會喺嗰度留翻之前延伸到醫院嗰邊咧？咁呢個亦都係值得去繼續探討同埋研究。咁然之後去到尾段，即係講緊啟德郵輪碼頭嗰個嘅尾站嗰度咧，都有去留到一啲嘅位置咧。希望可能將來都可以延伸一啲支線去到油塘同埋茶果嶺。咁因為同時間
間咧，其實喺油塘茶果嶺嗰邊咧，即係都會去興建一個嘅即係東九龍版本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咁嗰邊其實如果能夠喺2033年完工嘅時候咧，將來會唔會有機會由我哋呢邊郵輪碼頭呢個站能夠延伸去到嗰邊，而令到整個嘅鐵路有一個連接咧，方便兩區多區嘅居民咧。咁呢個亦都係將來希望可以見到嘅嘢。咁但係起碼而家就係先起咗我哋而家啟德嘅版本先，咁之後能夠可以再延伸咧，就繼續去研究。頭先你話譬如交通環境嗰啲影響咧，點樣有機會可能喺興建期間都影響到啲交通嘅擔心？因為原因我哋跑道區嗰邊咧係唯一有一條路咧，就係去呢個嘅啟德港鐵站個方向嘅，咁係主要都係一個主要個幹道，主要個道路咧，俾唔同嘅交通工具嘅出入。咁到時我哋喺興建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路上邊嗰個使用咧，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啲影響。咁所以喺嗰邊興建嘅時候，點樣可以做翻啲路面嘅調整，令到興建當中又唔會太過影響到居民嘅出入咧？呢個亦都係當中居民會比較concern啦、關注啦。咁同埋喺建築嘅噪音嘅管理上邊都係嘅。咁可能喺起嘅時候啦，咁都會有啦，甚至乎可能之後可能都會關注埋啦喺當車站上邊使用嘅時候嘅列車嘅一啲聲音啊，或者隔音屏障等等嘅一啲設施咧，其實居民都會希望可以會即係將來都可以見到一個好嘅設置啦。咁同埋喺即係居民嘅私隱度都係嘅。咁車站其實因為嗰個車站其實會放即整個列車啦，同埋啲車站其實大概都會喺空中花園咧嗰個嘅高度嘅。咁其實左右咧，其實就係我哋即係跑道區嘅十一個嘅私人住宅啦。咁所以喺車站嘅，或者可能喺列車裏邊，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即係智能嘅屏障係可以令到即係居民嘅私隱度都會能夠保持翻咧？咁樣呢方面亦都喺議會上邊同埋居民喺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即係同政府有溝通到。咁當然即係最後都會講就係始終空中花園咧，我哋到時都會有個列車喺度啦。咁喺興建嘅時候咧，我哋都冇咗個空中花園去用嘅。咁會唔會當中會有少少嘅一啲地方大家可以即係 compensate 到嘅？又或者可能係會有啲地方可以方便到居民正常嘅使用啊、正常嘅出入嘅需要啊？咁呢方面喺興建呢5年裏邊嘅興建咧，都係值得去繼續去互相去關注，同埋去交代翻俾居民知道每一個即係每一個嘅部分嘅情況咁樣。而家仲招人標啦，但係技術方面咧，之前過往都有傾過，有唔同嘅一啲即係綠色運輸系統都可以考慮啦。譬如過往有提過佢智軌啊、雲巴等等啦，呢個有冇啲乜嘢關注喺呢一方面咧？喺個技術方面有？我諗而家喺呢個階段，即係之前我哋居民當然亦都會有唔同嘅即係諗法，究竟邊一種會係好啲？咁但係我諗喺而家個階段咧，都要留待翻喺招標裏邊嗰個嘅內容裏邊去睇啦。因為我相信而家去到2026年嘅7月3號，應該我相信都好有唔同嘅一啲持份者或者唔同嘅發展商又好、營運方都好咧，佢哋有唔同嘅 idea 去點樣去就係做呢個 tendering 嘅。咁我諗要睇翻到時嗰個結果啦。咁但係不論邊個結果都好，居民嘅睇法就係希望盡快落實，盡快可以批出合約。咁盡快喺2026年裏邊可以 confirm 到個嘅工程。咁希望可以盡快見到呢一個嘅項目啦。好啊，唔該晒張景勛。張景勛咧係九龍城區議員啦。